家好，我係江律師。今日我想講嘅話題咧，就係當你遇到網上侵權之後，你應該點做？基本上咧有兩個連貫性嘅行動嘅。第一，警告信；第二就起訴。我先講前者警告信先。喺出信之前咧，你要確保你有嘅權利清楚。如果你冇呢個權而聲稱有權咧，有機會係一個罪行嚟嘅。權利喺知識產權層面上咧有5個可能性。第一，版權；第二，註冊商標權；第三，聲譽；第四，外觀註冊；第五，專利。你要確立咗你嘅權利先再出信。通常喺信裏邊咧要求有幾點嘅。第一，停止侵權行為，送達產品俾你摧毀，披露買賣嘅資料，賠損失賠律師費。通常你出嘅信咧係一 pair。第一就係嗰個網站嘅持有人，你要喺 Who is Search 裏邊揾出嘅持有人係邊一個，從而發信俾佢。第二咧，呢個網站背後亦都有一個 ISP 要發信俾佢。據我經驗咧，發完信之後好多時都停低嘅。如果唔停低嘅話咧，你可能要考慮告票。但係如果停低咗都好啦，你都唔好諗住佢真係停咗喎，可能佢喺另一個形式之下又再出現嘅。好抱歉，你要繼續發信。呢個治標唔治本嘅方法咧，都要繼續，從而減低咗市場侵權嘅赤焰。去到訴訟層面嘅話咧，有啲嘅侵權者亦都慣咗收信，收完信之後唔理又係咁，理又係咁，好多時都唔理。喺情況之下，如果覺得有需要嘅話咧，你可以向法庭發告票。告票同警告信嘅層面就唔同咗噶啦。喺告票嘅層面嘅話咧，法庭有記錄，被告就係被告，你就係原告。呢一個告票可能好多人知道噶啦，甚至好多時你同對方嘅侵權者共同嘅客戶都知道嘅。打落去嘅話咧，呢個侵權者隨時會賠到好大嘅損失，律師費莫講係好多精神添。好多時一收到告票之後咧，呢啲侵權者就嚟揾你傾偈和解嘅。所以訴訟咧唔一定要諗到好遠好長遠，而係盡量諗即時嘅效果先。